怎么了？那个，我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死机了，我设计稿还没完成呢，帮我看一下吧。哎，赵姐，郑小姐，等会儿，郑小姐，迟墨呢？迟墨在里边呢，你有事吗？我帮你通报一声。好了。谢谢啊。郑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贱人！你敢勾引迟墨？我没有。贱人！郑宝珠，你发了什么疯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，是又怎么样？你跟这个女人什么关系？你误会了，我们两个人真的是……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你管得着吗？你3番2次拒绝我，就为了这个女人？既然你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显而易见，郝聪明是我迟墨的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迟墨的女朋友，是你忘了吃药还是吃错了药？别多嘴，配合我演戏。迟墨，你以为找了这么个女人来做挡箭牌，我就会相信吗？需要我为你证明一下？迟墨，你欺人太甚！占我便宜！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迟墨被那个女人迷住了。好了，宝珠，你先别哭了。墨儿，她真的那么离谱？何止啊！迟墨还把那个女人接到别墅同居了。我怕再这样下去，不仅仅是迟墨，整个迟氏集团都会葬送在那个女人手上。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我没事，我是被那个混账东西给气的。你去把墨儿找回来。这件事，我要当面问问他。我这就去。阿姨，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把迟墨拉回正途了。就按照你的思路，做一个本季度的企划案给我。老板，刚才家里来电话说老夫人的心脏有点不舒服。什么时候事？今天上午郑小姐去我家里以后，老夫人的身子就不爽快了。郑宝珠，又是他。今天先这样，散会。啊。我听宝珠说，你最近把一个女孩弄到家里去住了。他怎么说？她没说什么，只是说，自从你跟他分手之后，就一直没再搭理过感情上的事儿。既然你已经做了选择，我总该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吧？那个女孩家里是干什么的？就是很一般的家庭。一般人家的女孩能被你看上，那她样貌、学识方面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就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女孩。
扔到人堆里都找不到那种。那你选择他，而不选择宝珠，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叫郝聪明的女孩。好，那我就带她来见你。再喝点吧。迟大爷有何贵干呐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对我动手动脚。看一下，想吃点什么？这么贵，事先说好，这顿饭是不是你请？放心，这家餐厅属于池氏的，这顿饭我请你，算是谢谢你昨天晚上配合我在郑宝珠面前演的那出戏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点什么好呢？给我来一份龙虾餐，谢谢。对不起，龙虾需要现做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哦，那我换一个吧，待会儿吃完饭还要上班呢。一客龙虾餐。公司那边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下午跟我出去办点事情。那我先不点了，谢谢。我说呢，原来这是一场鸿门宴，请我吃饭是有目的的。你晚上跟我回家。什么？回家？你有什么阴谋？作为我的女朋友跟我回家，我妈要见你。哈？欢迎光临。干嘛呢？口水都流下来了。补品。你真的打算空着手见我妈？你是让我现在这个样子去见你妈吗？你看我昨天澡也没洗，头发乱七八糟的，还有我好久没有拔黑头了。你看我鼻子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能这样见你妈妈呢？人靠衣装，啊，该让我打扮一下。让你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衣服什么的还是别浪费了。怎么就浪费衣服啦？好歹我也算五官端正，皮肤白皙，没有胖成猪，也没有瘦成柴。这个人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好好打扮一下，也是为了给你留面子。你不觉得有一个大方得体的女朋友还是挺好的？我告诉你，淑女走路是不会撞到别人的后背的。你学过礼仪吗？10厘米的高跟鞋穿得了？如果把巴黎时装周的名品设计全部堆在你身上，你觉得你 hold 得住吗？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不如你这样返璞归真的。你，我已经跟我妈说过你的底细了，一会儿记得多吃东西，少说话。多吃东西。记得你的角色定位，一个靠怀孕上位、穷酸又无赖的拜金女。这个郝聪明是湖南的，一家都是小市民。你看他平时的样子，粗鲁又没有修养，跟迟墨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人。还有他的生活作风也有问题，3更半夜出入酒店，也不知道跟什么人混在一起。不说话，回去了。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啊！别理我。又怎么了？是，我是穷酸无赖的小女人，可就连穷酸无赖的小女人都知道，初次登门不能太失礼。我现在要去买条裙子。我陪你去。你别跟着我啊！
我可不是为了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穷人的尊严是吧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穷人的骨气。你是不会懂的，迟大爷。欢迎光临 Forever New， 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想挑一条好看的裙子。小姐，您眼光真好。那我就要这个啦。好的。就这条吧。好的，请稍等一下。死抠门迟暮，有钱了不起啊！鲁迅先生说的真是没错，只是越有钱越是一毛不肯放松。无良资本家，死抠门迟暮。小姐，一共是4380块。什么？4000多？哦，不是380吗？本店是高级女装专卖店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要，我刷卡。谢谢惠顾。我一个月的工资。那个，如果尺码不合适的话，我过2天可不可以来退啊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穿着带标签的衣服不礼貌。小小。少爷，今天有客人来，已经吩咐下去了。好，少爷，里面请。少爷，夫人请郝小姐客厅里说话。什么意思？需要我回避是吧？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，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就假装嗜睡，做还阴出气的样子。你这么坑自己的亲妈，真的好吗？你好好表现，否则……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个老太太吗？请。迟暮的妈妈长什么样呢？一定很雍容华贵吧，否则也生不出迟暮那样的霸道总裁。但一定也很难缠，像韩剧里的那种。夫人，郝小姐到了。郝小姐是吧？坐吧。您好，迟伯母。看来面瘫这一点，迟暮也遗传到了。郝小姐，我就开门见山的说吧，你配不上我儿子。这么直接？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钱？不是，迟伯母，我想您误会了。你跟我儿子在一起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说吧，要多少钱，你才肯离开我儿子？100万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500万。干脆
1000万吧。从今以后，你要跟迟墨一刀两断。啊，这么多个零！啊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！不过池伯母，您太看得起我了。我郝聪明从小穷到现在，早就习惯了。即便你给我这么多的钱，我也会把它捐给慈善机构，替您行善积德。我跟迟墨之间的爱情是无价的，不管您给我多少的钱，都无法动摇我跟他之间纯粹的爱情。郝小姐，郝小姐，夫人在等你，里边请。好。这就是迟墨的妈妈，跟脑补的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老太太中的奇葩啊！你好，你看我，迟夫人。我呢，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，但又不方便出门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起跳，就在家里偶尔跳一跳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来，请坐。吃葡萄。谢谢。我说墨儿最近怎么总不回家？原来是有女朋友了。有女朋友好啊。自从3年前他跟宝珠分手，就一直没见他再交过女朋友。为此啊，我都愁死了。这么接地气的老太太，看起来应该不是很难缠。好聪明，你真幸运。那个迟夫人，别那么客气，叫我伯母啊。伯母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郝聪明，伯母你叫我聪明就可以了。好聪明，名字啊挺有意思的。唉，可惜呀。怎么啦，伯母？可惜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我家墨儿却实在是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，伯母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我们迟家看起来是家大业大，墨儿在生意场上也是一帆风顺。其实，自从3年前他父亲过世之后，迟氏集团内部就不断的出现危机。以前还有宝珠和他的郑氏集团帮着迟氏渡过难关。如果宝珠她知道墨儿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估计郑氏也会对迟氏放手。到时候啊，压在墨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果真跟那些豪门恩怨的网文里写的一样，有钱人的人生不自由，连结婚都不能随自己的心愿。聪明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我也很希望看到墨儿能跟你在一起，毕竟墨儿她是真心喜欢你。但墨儿身上有迟氏的担子，关系到所有迟氏员工的生计问题。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其实我跟迟墨有孩子在那边。难不成他在装孕吐？哼，就这演技，50块钱一个盒饭，打发了。
走过来了。我见到那个叫郝聪明的了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也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。还有，我已经把她肚子搞大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临时演员来演场戏就对付得了你妈了？让她回去再练几年演技吧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你应该继续跟宝珠在一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跟她没有任何感情，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。正氏和池氏之间的利益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。你要是不处理好跟宝珠之间的关系，整个池氏都会被你给拖垮的。回头把那个郝聪明给打发了，去找宝珠。我做不到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没事。莫尔好久没回来看我了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不能留你吃饭了，找人把她送回去。可是我还没……请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我的包。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？花了4000多块钱就买了这样一条白裙子。4000多！你一整年买衣服的钱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啊！好聪明啊，好聪明！我看你干脆改名叫好白痴算了。4000多块钱，就为了陪迟墨演一场戏，还把自己塑造成穷酸拜金、未婚先孕的形象。问题是人家迟墨根本就不 care 好吗？您的卡片消费人民币4380元已退还。我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哎，这个上面的钱你是不是已经……这个品牌是我们池氏集团代理的，这条裙子当然我送给你，钱你退给你了吧？还真的是，那我就缺之不恭啦。想不到你这头大冰山偶尔也会冒出点人情味，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情景。哎，谢谢啦。你不用客气，今天你表演的这么卖力，送你一条裙子当酬劳也是应当的。难得送别人个东西，还表现那么臭屁。你不用想太多，我们之间只不过是单纯的交易，你帮我忙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谁想多啊？我就是多说两句，给你个台阶下。我看你干脆不要叫迟墨，改名叫迟钝算了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我好聪明发誓，以后我要是再给迟墨好脸色看，我就连好白痴都不叫，我干脆砍掉一个字，我叫好蠢。小小，果然是他。喂，
吗，小小？小小他怎么不说话呢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喂，等一下，我有事情问你。哎，我上班要迟到了，你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。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，你那个男朋友，就是长得像我的那个人，你能跟我多说点他的事情吗？比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啊？迟墨这个家伙不会是真的爱上我了吧？打住打住，好蠢！你还被他欺负的不够吗？那我就说啦，我们家小小不光人长得帅，而且对人也很好，很有礼貌，充满自由不羁的情怀，非常的有才华，而且他对人很亲切热情。要说到他的优点，真是3天3夜都说不完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跟你这坨冰山完全不同。完全不同。怎么了？一大早上神神叨叨的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上班去了。是，就池大爷你这臭屁德行，还想跟我们家小小比？哼！小小，你去哪儿了？好久都没有见到你。精神科？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？精神科？迟墨来精神科做什么？他叫宋小小。如果你要控制你的亚人格，首先你得想一想，他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出现？有几次是有流星雨的。第二种人格的出现都会有一定的条件。每次你作为主人格醒过来的时候，会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。我们换一种方式，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症状的，而在这个之前遭受过什么沉重的打击没有？我3年前遇见过一场车祸，在那场车祸中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但是具体的细节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，我只是记得我的父亲死了，其他的。我要跟你分手，我要跟你分开，你让开！宝珠，宝珠，宝珠！看来这个就是导致你精神分裂的一个导火索了。这样吧，我再另外给你开一些药物，
应该可以有效的帮你抑制第二重人格。抑制什么？你的亚人格呀。不过，用药物来控制的话，只能是暂时的，无法彻底根除，而且依赖药物会有一定的副作用，比如第二重人格被压抑的太久，可能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爆发出来。就目前来说，你跟他的相处还是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下。一旦让他知道了你已经开始做治疗去抑制他，让他感受到自己受到威胁，也许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好说话了。哦，这样啊。迟默，迟默，就凭你也想关注我？我要是任你摆布的话，我就不叫宋小小了。最近怎么无精打采？失恋了？跟失恋差不多了。我男朋友已经消失好几天了。该不会出什么意外？哎，你别吓唬我。我认真的，一个大活人，白白的消失好几天，不是出事了，就是外面有别的女人。别的女人？小小会有别的女人？不能够吧？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上树。你下次要是见到他，可得好好问问他这几天去了哪儿，做了些什么。都说女人在恋爱中的智商为0，但是，一旦碰到男朋友出轨、劈腿这些破事儿，瞬间变身福尔摩斯。你也想感受一下自己智商爆表的时刻呗？不要不要，我才不想有这种体验呢。我宁愿做一个享受恋爱的笨蛋小女人。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可是小小啊，为什么你总是这样，突然就不见了呢？迟默，迟默，我告诉你，为了聪明，我也不会输给你。你这么对我，这种东西我才不需要。迟默，你送给我一个大礼，我该怎么报答您？Hello。喂，老板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忘了你今天约了全体股东召开董事大会吗？是吗？有这种事儿？所有的股东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你快点过来，我已经顶不住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跟你说，石墨那小子什么时候到？请大家不要着急，石总他因为有一点事在路上耽搁了。你告诉他啊，最多再等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以后他还不到，这项提案我们就自行决议了。请大家稍安勿躁，石总他马上就到了。这也太不了吧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打个电话去，那不是多少时间了？太不像话了，到现在都没到。就是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。金秘书，你告诉他啊，不必来了。这项提案我们股东会自行决策了。是吗？看样子我不该来啊。老板，你终于来了。石墨啊，你到的可够早的。本来呢，我想用这次迟到来表明我的立场，很可惜啊，你们一个都没有察觉出来。什么立场啊？就是你们所提的方案，我表示否决。什么？你否决我们的提案？想当初你父亲在的时候，对我们的提案都是认真考虑接纳的。你这么个毛头小子，现在倒敢在我们面前专横决断了。张总啊，这话我完完整整还给你，专横决断。如果对池氏有利的项目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
可是张总你私自挪用池氏公款，在外面注册空壳公司，所以你们的提案，我不得不考虑一下呀。你，小莫，你这样就不对。张总，哎，甄总，我还没说你呢。去年仓库着火，事后我找人调查，那火是有人故意放的。之前因为你的错误决断，商品货物积压，那一场大火呀，不仅解决了你的困难，而且还让你意外得到了一笔保险赔偿。哎，甄总，你有没有去还愿啊？你这话的意思是怀疑我自己放的火吗？没有，我怎么能怀疑你呢？我只是想告诉在座的某几位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干的那档子烂事儿，我这儿记得一清二楚。什么指桑骂槐的，在我这儿不好用。疯了疯了疯了，这该怎么收场啊？现在我宣布，散会。什么？哎，老板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现在这个提案到底该怎么办啊？请大家稍安勿躁，明天池总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。出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之前不是在跟赵医生讨论病情的吗？这不是我那部手机啊。这是我第一次跟你面对面谈话，怎么样？有没有被自己的脸吓到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干了一件非常爽的事情，我把董事会那帮老狐狸的嘴脸，一张一张全部撕了下来。当时的情景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，好精彩。当然，我也很期待你的反应。跟他们相比，我觉得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啊。不用谢我，这就当我送给想让我消失的人第一份谢礼。我不只知道你找医生去治疗，企图让我消失，我还知道你在调查3年前车祸的事情。想不想知道父亲车祸的内幕啊？本来我这里有一些线索跟资料想给你，但是我现在很不开心。告诉我，如果你想让宋小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好啊，那这里的记忆跟资料也就会消失。孰轻孰重，你自己掂量清楚。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。如果你想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步履艰难。这是我对你的警告。警告。石墨呢？警告我！警告我！
迟墨，你出去，不要来烦我。你出去，出去。我没想来烦你，我是来通知你，股东们决定重开股东大会，会议的主题就是罢免你这个董事长职务。你说什么？你今天在股东大会上太过火了，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变了个人，变了。现在只有我可以帮你了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和我结婚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既然是我自己捅下了篓子，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。你是在拒绝我吗？都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不让我帮你？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帮我，我迟默感谢你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接受威胁。如果你想利用这次迟氏的危机来跟我谈条件，对不起，我不吃这套。迟默，你有种！你3番4次的打我的脸，明天我倒要看一下那帮老头怎么弄你下台。我郑宝珠不会再帮你说一句话的。张总，甄总，昨天的事情实在不好意思，但是我想请二位理解我一下，我的本意，并不是想让二位难堪。不敢当啊，迟总，我们的事儿你不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吗？如果你向公检法机关检举我们，我们俩还能这么安稳地坐在这儿啊？是啊，我们怎么敢让迟大董事长屈尊向我们道歉呢？二位的意思，就是还在怪我了。金秘书，这是我调查二位的资料档案，但是我现在想还给你们。二位都是迟氏的元老。我接手迟氏不过才3年，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二位学习。二位的手段，在这些大案带里已经体现得非常清楚。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们，是想和你们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。我向你们保证，这些档案袋里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向第3个人提起。我只是希望二位不要把昨天的事情放在心上。你不会还留有一份存档吧？绝对不会。二位是迟氏的左膀右臂，像这种自断膀臂、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行为，我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姑且相信的意思。那一会儿的股东大会，二位该怎么做，明白了吗？今天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那我现在就宣布散会。谁说没事了？下面我们来选举新的董事长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，选举新的
董事长。一群过河拆桥的东西。池总，您秋后算账的本事，我可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下面发放会议章程吧。大家按照章程上的候选人来进行投票。老板，根据股权比例，您和张总平票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我不可能轻易的把池氏让给别人。现在是不是只剩我的投票了？池墨，你要和我说些什么吗？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。老板，都到这个节骨眼了，你……这最后一票，我投给池墨。郑小姐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当然想清楚了，池墨绝对有能力经营好池氏集团，我郑宝珠相信他。哼！郑宝珠，你以为我是为了池氏吗？我让你欠我一辈子人情。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仇敌？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，生活才会留有回忆，回忆组成了人生，在你垂垂老去之年，不至于一无所有。虽然拿到了版权，但是这故事一直没有结尾。啊，要是作者可以把这个结尾写好就好了。这么感人的故事，应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才是。来池氏。好的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要出去啊？我先出去一趟。路上慢点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老板，这是新设计发布会的初步策划方案，您看一下。你看一下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因为你是产品的设计师，所以这次发布会的布置，我想以你对产品的设计理念为主。那等我的设计稿出来了以后，我再提具体的意见吧。这样也好。那我先说说我对产品的感觉。我认为这次发布会的布置，应该多方位、多角度的折射钻石的光芒，加重视觉效果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会叫企划部继续完善。你天天美克拉美和池氏来回跑，累不累啊？暂时来池氏上班吧。美克拉美那边我会找人通知他们。金秘书，明天给郝小姐安排个工位。好的，老板。出去。我来池氏上班的话，郑小姐那边会不会？你现在的设计稿还一穷二白，还有心思担心其他的事情啊？哦，知道了。郑宝珠那边，你不用担心，这里是池氏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还处于我的证人保护计划当中，你一切要听我的。是池大爷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
等一下，你现在的产品设计进度怎么样了？我现在正在寻找灵感嘛，但是我找灵感的那本小说的结局一直都没有，所以现在有点。小说？就是公司刚刚买的版权的那个《钻石侠》。我从来不看什么垃圾小说。才不是什么垃圾小说呢，这怎么说也是当年坊间流传的一个大 IP， 跟《盗墓笔记》是有得一拼的。我是走了狗屎运才拿到版权的。虽然这个小说的名字是有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。从他的文字中，我可以感觉得到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。我不想听你说什么垃圾网文。总之，如果这篇小说能让你汲取灵感，设计出我满意的作品，那我就承认它有价值。好，那你就擦亮你的眼睛等着吧，我一定会做出让你刮目相看的作品，为我自己还有钻石侠证明。拜拜。只看钱的商人果然一点情怀都没有，对牛弹琴。老板，第一枚瑶光之心的样品已经完成了，需要我送过来给您过目吗？你方便的话就给我送过来，我也很期待看到成品的样子。哦，对了，戒指的内侧有按我的要求刻上我的名字缩写吗？刻上了。行，那我等你。好的，老板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，从他的文字中，我可以感觉得到，他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。没想到，好聪明啊！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，竟然是你。池大爷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不是说桌上得干净的一个杯子都看不见吗？省得让你说我光吃饭不干活。你可知道啊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我也不能看。我来说。池大爷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难不成你是在看那种小说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池大爷你偶尔也是要这个排遣一下寂寞的嘛，对吧？看那种小说也无伤大雅。少在那胡说八道啊！放心放心，我是不会把这种事情说出去的。池大爷，你永远都是总裁文里面伪光正的形象，行了吧？怎么了？我看。没事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怎么了？出去，出去！怎么了？啊！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，聪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池大爷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你是不是发烧啦？你怎么一直在说胡话？我刚一直就在这儿啊。我不行，我不能以迟默的臭面孔出现在郝聪明面前。
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去。哎，你这……哎，你快！玻璃还没收拾呢。嗯。哎呀，出去！这他妈什么啊？弄得跟筹备婚礼似的。迟默要结婚？哎呀，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迟默你啊？又是钻戒，又是小说的，我还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个文艺青年。钻石侠，喂，这名字还能不能再实一点啊？老板在里边。老板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让我过来送戒指啊？戒指？什么戒指？瑶光之星啊！哦，这是按您的吩咐定做的，只有1枚，这1枚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难道迟默要向谁求婚？老板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觉得呢？CM， 李敏，聪明，难道迟默那小子想向聪明求婚？不行，得把他藏起来。藏哪儿啊？小小，好笨蛋，还没睡呢。你这个家伙，终于舍得打电话过来了吗？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最近有很多事情发生，我脱不开身啊。但是我是很想你的，而且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。小小，我马上就下来。怎么样？这里很棒吧？来，聪明啊，其实我以前遇到烦恼的时候，都会来到这儿看星星。好美啊！其实，每当我看到这浩瀚星空，就会想到身为人类的自己，真的是很渺小，很渺小。哎，你看那颗，就比如那颗啊，也许它现在就已经不存在了，但是它们散发的光，却穿过几亿光年来到地球，就是为了证明，它们曾经存在过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，
是亿万年前的星星残存下来的影像。对啊，这些星星散发出这么耀眼的光，即使是消失了，也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存在。就像《钻石匣》里面所说的，钻石经久不衰的光芒固然珍贵，但是流星转瞬即逝的光亮也同样辉煌。这足以证明，世界上的一切美好都确确实实曾经存在过。钻石匣？钻石匣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我最近正在关注的一部小说，不过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。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但都没有回应。有人说这个作者已经自杀死了，但我觉得不可能，因为能够写下那种文字的人，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呢？所以我现在每天都坚持给他发站内信，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看到的。你真的很喜欢那本小说啊？是啊。我看那本小说的时候，我真的完完全全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心情。我还没有跟你说过吧？其实我有个姐姐，我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她。我穿她穿过的旧衣服，玩她玩过的旧玩具。我们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吵架，有的时候我还上手打她呢。然后呢？后来啊，后来我姐姐生了一场大病，她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即便我有新衣服可以穿，有新玩具可以玩，我和我姐姐一起长大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。人呐，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追悔莫及。所以我现在一想到我姐姐，我就特别想像那个小说里的钻石匣一样，能够回到过去，弥补当年的遗憾。聪明。我觉得，与其错过，后悔莫及，不如就把握现在。哦，对了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我设计的瑶光之星吗？有瑶光之星设计稿的，除了我，就只有迟墨。你怎么会有这个的？这是我给你私人定制的呀。CM， 迟墨，你说这是你定制的？那这个里面写的 CM 是怎么回事？CM， 聪明的意思啊。看来我下次得刻上 BD， 笨蛋。哎，别想了，我帮你带上。对不起，小小，我暂时没有办法答应你。但是这个戒指，我先替你保管吧。等到我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我就戴上它，好不好？好。但你要记住啊，我已经盯上你了，跑不掉了。